伊要用的题目是创造中的上帝，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最近有机会带领一位慕道友，我就摕一本圣经要互伊看。伊真认真对头开始看。过一段时间，我就问伊讲，看了感想怎样？伊讲，拄开始的时阵看无啥有，就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安尼空空混沌。感觉真乱。到12章了后，记载遮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因为较有即个故事性，嘛较有即个连贯性，所以伊较知影讲内容伫讲啥物。我想这嘛有可能是咱大部分的人头一遍读圣经的感觉。兼且咱中间也有人是几啊代的基督徒，自细汉就伫主日学。听遮个圣经的故事，或者是你信主久久的时间，圣经也读过几啊遍，总是有时阵嘛爱用另外一种的心态，就是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好亲像拢是头一遍咧看即个圣经，安尼咱检测会发现搁较侪咱进前拢无有去注意的部分。咱教会也一直拢真注重信徒的灵修，特别是读圣经，总是咱进前上时阵有几啊套的读圣经的计划，有所谓的 A 套餐，就是一年读一遍；，搁有 B 套餐，就是2年圣经读一遍；，也有 C 套餐，就是新眼光读经。可能我讲到遮，咱已经小可傻无啊？嘛感觉真济，毋知要选倒一套较好。咱总会新眼光的圣经，伊的读经表，伊的圣经节较少，总是无有连贯性，跳来跳去，嘛无有法度特别是咱拄啊信主要开始读圣经的人，有次序将圣经对头到尾甲读好了。所以伫牧师团，咱有安排新一套的读圣经的计划，会当帮助咱伫2年以内，会当真有系统甲圣经对头到尾甲读好了。咱有即个读经表，伫咱的周报顶面有页即个读经表。你若是有照即个读经表，你若读圣经有读到，你就当甲鸟一个甲大哥做一个记号。另外，咱嘛有即个每日灵粮，即嘛伫外口，咱连咪咧歹煞，会当去摕，会当帮助咱伫读圣经做一个指导甲参考。另外阁有一本叫做《灵粮手札》，就是互咱会当伫读圣经的时阵，会当写咱的即个心得做笔记。所以咱会当来去登记迄爱工本费30块。另外，咱教会每个月阁有读经的作业，拢是放伫咱的外面招待桌遐顶面，互咱兄弟会当来填写。若是一个月你有完成，你会当得到价值50块的种子的礼券。若安尼一年就会当有600块的礼券，会当买几啊本册。这是伫咱双连教会才有即款的好处。当然，咱读圣经，伊是为着要得到礼券，或者是啥物款的好处，是为着咱家己生命会当来成长来读，并且嘛是为着要搁较明白上帝的意思来读，所以咱会当趁即遍的机会，好好搁甲圣经搁甲读一遍。若是照即个进度，我咧算每一日无超过15分钟的时间，所以咱你着电视减看15分钟，也是上网的时间减15分钟，也是你咧坐车的时阵花15分钟，真容易就会当完成。甚至咱嘛会当去买迄个圣经播放机，替咱
来读互咱听。所以望读圣经会当诚做咱的习惯。上时咱牧师伫主日讲台的服侍，嘛会尽量配合即个读圣经的进度，用圣经的信息甲咱来分享，帮助咱搁较明白咱所读圣经的内容。所以咱即马一开始，咱是对创世纪开始来读。今仔日我就是用创世纪内面所领受的，去甲咱来分享。首先，咱要知影，咱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创造天地的经过，就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在讲，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顶面黑暗，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的顶面。咱传统上会将创世纪甲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对第1章甲11章，即讲起上帝创造的世界，以及到伫大水甲挪亚的时代，才会人类的生活。第二部分是对12章开始到第50章，伫遐记载亚伯拉罕伊受拣选、被祝福，以及遮个以色列人因族长的故事，包括咱真熟悉遮个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世界真侪民族拢有关系到即个世界怎样形成、被创造的神话故事。亲像中国有叫做盘古开天，总是咱来知创世纪所记载的，毋是神话。虽然是神用伊的话来创造世界，佮用故事的形式来描写上帝的创造，以及伊对以色列民族的启示。咱嘛看到世界上也有真侪宗教甲神明，总是只有上帝对人启示讲，伊就是现在咱所徛起的世界创造的主。到现代，世间人对伫即个宇宙、即个世界起源，有真侪讲法。科学家以及大部分的人相信，即个世界是对一个真大的爆炸开始有即个宇宙。当然，伊毋是无讲起即个爆炸是安怎来。上时伫学校嘛会讲起着进化论来讲起生命的起源。科学家伊嘛用一寡证据要来检验、来批评圣经无合科学的所在，甚至用安尼讲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即是要是，总是咱来知，咱所读的圣经，伊毋是一本科学的册，是信仰的册。创世纪会当讲，是咱对独一真神耶和华信仰的入门，因为咱会当来相信上帝创造，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就亲像使徒圣经内面所告别的，我信上帝全能被创造天地的主宰。总是若是对伫遐的无神论的人来讲，要承认即点，确实是无容易。因为当一个人伊若是真正愿意相信宇宙内面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创造遮一切，那呢，伊的确爱降服伫即位创造的神的权能的下面，伊就会有信仰，并且是对即位创造的神的信仰。咱会当来想象，今仔日伫咱的厝的内面，咱若是诚做父母的，咱的囡仔踮伫咱的厝，敢有可能咱的囡仔讲即间厝本来就是有伫遐，遮个设备本来就是存在伫遐，甚至无照咱的规矩，或者是无认讲有一个老爸老母踮伫即间厝。现代话所在检采有即款的情形，但是我想伫咱的厝的内面检采无容允即款的情形发生，也毋是。所以上帝已经为咱备办遮尔好势的所在，互咱来徛起。但是有缘有人
因无愿意承认讲，这就是有一位全能主爱上帝陪伴遮的一切。上帝有愿让阮遮的人会当继续活着，总是上帝有愿有伊的旨意，甲伊的计划。另外一方面，咱在讲即个创世的故事，对伫犹太人来讲，上帝是创造主即个事实，较毋是咧满足因想要知影即个世界起源即个问题若定。虽然真侪人有即款的好奇，总是对犹太人来讲，较毋是即款的好奇。有一个小明有一天伊放学转去，伊就甲伊的爸爸问讲：爸爸，我为倒位来？伊的爸爸想讲早晚嘛是爱拄着即款的问题，所以伊就安尼真认真甲伊的囡仔讲，就是爱恁爸爸甲恁妈妈爱相疼互相意爱，爱生困斗阵，爱然后你着伫妈妈的腹肚内面对一个细胞开始训练，成做一个胎儿，经过10个月才阁生出来。即个小明听了阁较无啥啥，伊就甲爸爸讲，但是阮迄个新转来的同学小华讲，伊是对宜兰来的。对伫世界的起源即款的问题，有时阵人会用即款好奇的心，要知影讲世界对倒位来。但是咱爱知对犹太人来讲，因所关心的是实际生存的问题。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伊安尼讲检采是天灾，检采是灾厄。即希伯来人因所面对即个民族文化生存的威胁，因伫遐不得不安尼问：迄位捌呼召因列祖拯救因出埃及的上帝，敢就是迄位创造万物的主上帝吗？若是安尼，因就有理由奋斗落去，并且伫奋斗的过程的中间，因才体会到上帝伫整个受造界的地位，就是伊是万物的创造者甲主宰。所以咱嘛会当看到，当遮以色列人咧讲起因甲其他民族无共款的时阵，因真自然马上就会提到因所敬拜上帝有创造的权利。咱看约拿书一个真明显的例，伫遐记载，即个约拿伊本来闪避上帝，上帝叫伊向东去尼尼微城，伊反倒转向西要坐船，要到西班牙去。伊伫遐就对遮个总是上帝有缘甲掠着，互伊所坐船拄着风疫，遮个外邦人伫遐咧求救因家己的性命的时阵，拢无效，甚至真危险的中间，伊看到即个约拿竟然匿伫即个船的腹肚内面，伫遐咧困伊就感觉即个人哪奇怪。约拿伫迄个时阵就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就是迄位创造天地海、天顶的上帝。另外，咱若是看圣经的时阵，咱嘛会看到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是遮个以色列人因拄着危险困难的时阵，特别因即个侵害到因生存的问题的时阵，因就会将上帝创造的权能摕出来讲，就亲像咱拄着艰苦的时阵，咱就会哀爸叫母共款。特别伫诗篇，咱会当看到即种的现象。诗篇121篇，也就是咱拄则启应文的25篇，咱拢真熟。遮讲，我要举目远山，我的帮赞对倒来，我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诗篇121篇，咱若是看圣经顶面有真细字讲，这是上家八家的诗，意思是讲这就是朝圣者因所唱的歌。当遮个以色列人对
逐所在要耶路撒冷来朝见上帝的时阵，即个路程是愈行愈悬，所以叫做上行的歌。甚至到伫圣殿，伊嘛是爱爬即个铁仔。当因伫路上，因看到即个边仔，即个大大细细的山岭，并且遮个山顶拢有遮个异教的神庙甲神明。即嘛甲台湾的山真相像，台湾的山嘛是共款真侪山内面拢会有遮个寺庙，或者是遮个道场。然后遮个朝圣者，因一路行，一路看到边仔的遮个山岭，甲遮个神庙，因的喙就伫遐家己问，家己回答，伫遐来吟即个圣诗讲：我要举目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即个世界，包括所看到遮个山，若是上帝所创造的，佫是属于上帝。因就知影，人生的运途拢是倚靠上帝的赏赐，所以无需要去求遮个自然界的快乐，或者是对人来政治的快乐。较重要是伫因甲上帝的关系怎样，因爱守条甲上帝所立的即个约。所以咱知影，咱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当咱搁要进一步来看创造中的上帝，伫创世纪第2章第1节到第3节记载，上帝创造天地完成了后，圣经讲到第7日，上帝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就伫第7日歇伊一切的工。这段圣经节就诚侪以色列人因将一个礼拜第7日来定做安息日上早的根据，所以以色列人因对伫安息日的规定有真严，嘛真详细，甚至包括讲你手袂当举偌悬，你行路袂当行超过几步，若无你就是做工，就是犯着安息日。总是今仔日咱毋是要讨论安息日即个律法的问题，咱是要对遮知影，上帝既然伫第7日讲伊休困，安尼上帝就是讲上帝伊创造的即个工作已经完成，安尼伫咱人来看休困就应该嘛，你已经完成，你就停止啊。但是佫安息日了后，上帝拢咧做啥物咧？上帝伫安息日敢真正是咧休困吗？是讲上帝已经创造天地了完成就会当退休伫遐自觉咧看人是毋是有做啥物好诶，做啥物歹诶，是安尼吗？大先咱爱了解休困诶意义是啥物？有一句话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休困是为着要行搁较远的路，因为咱人，咱的肉体，咱的气力有限，所以咱袂堪咧操劳。咱劳动一段时间了后，咱就爱休困，安尼才袂因为伤过劳碌，伤过忝来破病来倒落去。总是上帝，伊是神，伊袂忝，伊无需要休困。但共款伫诗篇21篇的第3节到第4节讲，保护你的袂拄面，保护以色列的无拄面也无休困。上帝伊无需要休困，那安尼是安怎？伫创世纪内面，圣经讲伊休一切所做的工就安息。若是用咱生活经验来看，咱伫工作顶面的确有休假。然后伫咱每一日的活动的时阵了，咱嘛爱有休困的时间。总是咱嘛看到，真侪人伊伫休假的时阵，伊无一定拢伫休困。比如讲，有人伫假日，伊着免上班，然后着伫厝内看电视，看规工，或者是上网，甚至也是拍牌。
结果佫较忝，安尼来讲，伊并无有休困着，因为遮活动无意义，所以伊感觉真空虚，佫浪费时间。反倒转，嘛有人伊休假，伊是做一寡感觉较有意义的代志，比如讲有一种叫做都市的农夫，平常时伫都市伫遮工作生活，但是假日伊会伫郊外去租一块地，伫遐来种菜，是讲种花，种一寡有诶无诶，全家假日就做阵去遐伫劳动，去遐行行。若是有休闲，嘛会当来分享互遮诶亲情朋友。所以看起来休假诶时阵，伊咧劳动，但是对伊来讲，伊是咧休闲，伊是咧做一个 recreation， 互伊会当得到搁较轻松，得到搁较快乐。我伫咱双连教会伫服侍，我是固定拢拜三休假，无来到办公室。若是即一日，我就伫厝里，伫遐斗做代志。伫遐斗酒涂骹、斗洗衫、斗洗碗。若是进前，佫会带上大伟细汉囡仔迄阵伊还袂读幼稚园，就带伊去外面行行，有时去爬圆山安尼。目的是要互阮太太牧师娘，伊会当有家己的时间。所以我休假的时间，我伫教会工作得到休困，相时。嘛，互牧师娘会当伫厝内代志，甲带囡仔，才会中间来得到休困。所以咱知休困毋是讲啥物代志拢无咧做，休困其实就是讲咱暂停原来活动，或者是工作，来做一个转换，并且是有意义的转换。若是今仔日，咱是为着神圣的目的，神圣的目的是啥物？就是敬拜上帝。咱做即款的转换，就是安息。所以咱看咱基督徒礼拜日敢有休困？有啊。有个人会感觉讲做基督徒真辛苦。别人拢礼拜日早起伫厝里，伫遐咧困，伫遐咧补眠。其实我甲咱讲，困伤济颠倒嘛真忝。因为真忝，所以就继续搁困，愈困愈忝。破病的人则需要安尼但是咱无需要安尼。咱伫礼拜日，咱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咱服侍主，咱就是咧休困。因为咱伫遮对原来活动工作得到转换。甚至咱伫礼拜日，也有人伊需要服侍，搁参加聚会，团体小组的聚会，甚至爱开会，有时阵是规日。事实上，这嘛是一种的休困，并且咱伫教会是为着神圣的目的，就是敬拜上帝的休困，这就是安息，咱就是咧守安息日。那安尼，咱就当了解上帝伊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因为咱若是用现代领导学的观点，咱伫遐咧看上帝作为甲伊的功能。领导者有时阵当然你爱身先士卒，爱带头伫遐来做代志，互人对着你来做。总是有时阵领导者伊嘛爱转换伊的位置，就是徛伫较悬的所在来指出方向，来定出一个制度，互军队者会当来遵照即个规则。然后呢，领导者就会当将遮个军队的人带到伫一个受祝福的所在。咱看上帝伫第7日，伊所做工作就是安尼，为着咱人类的缘故来定安息日的制度，互人类休困，并且毋是休困定定，是为着神圣的目的来休困，就是安息。那呢，咱即马在讲。上帝设立安息日，搁来咧，上帝做啥物？上帝到现在拢在做啥物咧？虽然咱看袂着上帝，咱会当对伊的作为来看到伊在做啥物，或者是讲对圣经所记载的来看到上帝的作为。
咱拄则有讲，圣经头一本就是创世纪，讲起上帝创造。圣经最后一本是啥物？启示录，是讲起新天新地，这也是上帝对世界新的创造。啊，那呢？对创世纪到即个启示录即中间，上帝咧做啥物？圣经咧讲啥物咧？有一位圣经学者伫遐归纳，讲圣经的中心的思想，伊讲，旧约圣经就是上帝对伫犹太人的拯救历史。旧约圣经伫遐，咱看记载上帝伫历史的作为，对犹太民族因的竞选甲拯救。啊，那呢？规本圣经就是新约圣经甲旧约圣经合起来，咱嘛会当以此类推。安尼，规本圣经就是上帝对伫全人类救恩的历史，记载着上帝通过竞选犹太人，扩大全人类。基督徒诚侪伊的选民，伫遐来竞选来拯救，并且佫是关系着灵魂的得救甲来世往嘛。所以咱会当讲，上帝毋仅是旧约中创造的上帝，那定相时也是创造中的上帝。咱今仔日所读第二段的圣经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嘛是对上帝上起头的创造讲起。圣经伫遮甚至讲，约翰福音第1章第3节讲，万物对道来创造，既若是有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使徒约翰伫遮来见证，当即位创造世界的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人的中间，要完成上帝救恩的计划。咱伫福音书内面，咱嘛会当看到，侪伫耶稣迄个时代人，因为耶稣基督所做工，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对因来讲，因也是经验着上帝伫因生命内面的创造。因为咱讲，老人伫基督内面，伊就诚侪新创造的人。若是咱讲创造，就是对空空混沌到恢复即个次序，或者是对本来黑暗到光明。伊讲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世界创造是安尼，上帝伫人的心内创造也是安尼。所以咱要讲，上帝一直伫人的心内进行伊的创造，到上帝国完全的实现，也就是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创造，咱会当举一个例，亲像伫创世纪37章记载约瑟的故事，咱拢知影约瑟的故事，伊是老爸雅各上疼惜的即个后生，总是即个约瑟真无得到伊兄哥的疼痛，所以伊的兄哥最后就将约瑟本来要甲害死，好佳在上帝保守，就将伊卖到伫埃及，伫遐做奴隶。遮个兄哥转去要甲因的老爸雅各要交代的时阵，无法度交代，就将约瑟伊穿的迄领水的外衫，然后用羊仔的血来膏伫即个衫的顶面，骗因的老爸雅各讲即个你的后生约瑟已经去互野兽食去啊！而且咱嘛看见一个真趣味的代志，雅各本来是共骗的，但佫去互伊的囝骗去。圣经常常拢是安尼，所以雅各伫真悲伤的中间，伊就家己讲我要悲悲惨惨来到伫阴间去我的后生迄个所在。事实上，伊迄阵明明还佫活着，伊迄个时阵敢若想着讲，伊要去，伊以后要去的所在就是阴间，伊要伫遐才有法度见着约瑟。所以伊有20多年的时间，
伊的心好亲像是活伫阴间中间，伫遐伫生活。咱知影约瑟的故事，后来有真大的变化。即个约瑟后来诚侪埃及的宰相，然后伊嘛有机会甲伊的遮个兄哥来相认。因为伊上帝的计划就是通过伊要来拯救即个整个的以色列的家族。当遮个兄哥甲约瑟相认了后，转来要甲因的老爸讲约瑟还佫活着。总是约瑟迄个时阵一开始佫无相信，听后看到约瑟送来的遮个礼物，才会要互因老爸的物件，伊才相信。咱会当看到创世纪45章27节讲，约瑟雅各伊的心迄个时阵就活起来，好亲像伊的心进前拢是死去共款，到伫迄个时阵才活起来。国语圣经是讲苏醒了，醒起来。有时阵死去甲困去是共款的意思。迄个时阵伊就醒起来，伊就活起来。伊伫遐经验着上帝的拯救，好亲像对阴间被拯救出来共款，并且伊要佫看到上帝通过约瑟即个事件来拯救伊的全家，这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检查嘛会经验着上帝通过咱对耶稣基督来的信心，互咱原来空空混沌的生命得到处事。经验着伊伫咱内面会创造诚侪新创造的人。主耶稣讲：“我的爸现在一直在工作，我嘛在工作。”主耶稣的爸，也就是咱的天父上帝。到现在，上帝一直在做代志，在做工。相时，伊也邀请咱甲伊来同工，参与着伊拯救全世界的计划内面。今仔日，咱会当受洗礼，诚侪基督徒，诚侪伊的囝儿，也是上帝伫咱内面对咱的拯救。咱阁会当坐伫遮来领受伊的话语，咱就是继续接受上帝伫咱内面的创造。因为咱爱会记哩，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阵，就是用伊的话语来创造遮一切。所以上帝的话有权力。上帝的话会当来改变咱，会当来成就一切。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你所踮的环境，伫你的生活是毋是有拄着困难？好亲像空空混沌一样，毋知要怎样来找着出路？是毋是你所经营、你所关心注意的代志，拄着生存的危机？或者是亲像即个雅各共款，咱失去咱所看做宝贝的物件，咱检查感觉拢无有希望。总是咱爱会记，咱所信靠的上帝，伊是创造的上帝，伊是万物的主宰，伊嘛是历史最后的掌权者。伊今仔日会当对无造有。伊嘛会当互耶稣基督对死来搁活，那安尼有啥物代志是伊做袂到的？上帝搁听咱，为着听咱的原因，无顾惜着伊家己的囝儿，为着咱正人来放杀性命。那安尼，还搁有啥物伊袂当为咱来成就的？所以咱着有即款的信心，咱着信靠上帝。佮对伊的话得到帮赞，互咱的心得到坚固，互咱当欢喜，甲伊来同工，看着上帝对即个世界的旨意，用信心来望新的天、新的地，就是上帝对整个世界新的创造的实现。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主管感谢你，因为你为着家己的荣光，为着你的名，你创造即个世间，你阁为着听管的原因，欢喜来创造
原人类，互阮会当参与分享伫你的阳光，你所创造的世界。阮也看到你将即个世界创造完备，互阮会当来徛起来享受。你无有将一项物件无要赏赐互阮，总是阮也着爱来思考。上帝毋是创造世间了后就放地伫遐无得管，上帝继续伫遐来摄你。上帝主有缘通过对阮世间人的拯救引带，互阮会当继续参与伫你的拯救的内面。所以阮知，当阮活地的时阵，毋管阮是活伫倒一个世代，伫现在的21世纪，甚至阮人的生命有缘是有限，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尔尔。总是遮个拢毋是无意义，是为着主上帝对世间永远拯救的计划内面，互阮会当踮伫即个世代，踮伫即个位置的内面，互阮会当通过阮的生命来去影响别人，会当来去引带人来认捌上帝，要互认捌上帝的财物充满伫全世界，要互上帝对世间人的拯救的计划会当因为阮的参与，会当来得到成就，互上帝国真正临到伫即个世界。主，阮感谢你，求你继续来引带阮，并且当阮专心倚靠你、跟缀你的时阵，伫世间阮本来看做是真严重，阮所计较的代志就无有遐尼严重，因为伫上帝永远的眼光的内面，阮所拄着的每一项拢有你的旨意、你的安排。阮会当对伫你有一款的信心，阮就要得到平安，得到欢喜。阮安尼祈祷是倚靠基督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